大家好，我係一師班梁子榮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位好勤奮嘅名人，叫牛頓。原來牛頓嘅童年身體瘦弱，頭腦並唔聰明。佢細個時候喺班裡面嘅成績只係中等，但佢嘅興趣好廣泛，尤其玩遊戲嘅本領比其他人高。有一次，佢俾一個成績好好嘅同學取笑，佢就下定決心發奮讀書，刻苦鑽研。佢早起晚睡，捉緊分秒，勤學習勤思考，終於牛頓嘅學習成績不斷提高，好快就超越咗曾經欺負嘅同學，仲名列前茅添。我會好欣賞牛頓，因為佢經過好勤奮嘅學習，為自己科學高塔打下深厚嘅基礎。不久，牛頓嘅數學高塔就建成啦。22歲就發明咗微分學，23歲就發明咗積分學，為人類科學事業作出巨大嘅貢獻。我都會弘揚，努力學習，希望長大後嚟為社會祝福更多人。多謝大家。